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6章。安尼，咱要讲甚物？咱是着继续伫罪恶中生活，通互恩典搁较加添是无？绝对毋是。咱遮做已经死的人，减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。恁敢毋知？咱拢受洗礼来甲基督耶稣结合，是受洗礼来甲伊死。既然咱通过洗礼甲伊死，做伙埋葬，所以亲像基督通过天父阳光的权能对死搁活，咱嘛着过新的生活。既然咱甲基督成做一体来经验伊的死，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搁活。咱知，咱旧的自我已经甲基督做伙顶十字架，是要互受罪拘束迄个旧的人毁灭，互咱无搁做罪的奴隶。因为人一旦死去，就对罪得到透放。既然咱已经甲基督做伙死，咱相信咱嘛会甲伊做伙活。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，袂搁死，死袂搁支配伊，因为伊有死，即便就完全甲罪制压。伊现在得活是为着上帝得活。安尼，恁嘛着看家己已经甲罪断绝关系，甲基督耶稣结合，为着上帝得活。所以，毋通将恁为死的身躯交互罪支配，去顺坦本性的欲望；嘛毋通将恁身躯的肢体交互罪去做不义的工具。反倒着做一个对死人中搁活的人，将家己献互上帝，将身躯的各肢体献互伊做义的工具。毋通互罪甲恁支配，因为恁毋是活伫律法的，是活伫恩典的。若安尼，因为咱毋是伫律法的，是伫恩典的，咱就通犯罪是无？绝对毋通。敢毋知恁若将家己交互某人做奴隶，顺坦伊，恁就是迄个人的奴隶。安尼讲，恁是做罪的奴隶直到死，还是做上帝的奴仆，顺坦伊，直到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？感谢上帝，虽然恁捌做罪的奴隶，现在已经对身体顺坦迄个传授互恁做典范的教示。恁已经对罪得到透放，成做义的奴仆。惊了恁袂了解，我用一般人的话甲恁讲，亲像恁以前捌将身躯完全交互污秽甲不法，互不法加添。现在恁着将恁身躯的逐部分献互伊做圣洁的路用。恁做罪的奴隶迄时，恁无受义约束。迄时恁做现在看做见笑的代志，结果是安怎？结局是死。现在恁已经对罪得到透放，成做上帝的奴仆。迄个结果是成做圣洁，结局是永远的活命。因为罪的代价是死，毋过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，白白赐予咱的恩典是永远的活命。